咱来邀请台语文学创作奖的评审代表陈凤慧老师，跟咱讲一个今年评审的过程，邀请陈凤慧老师来帮我们说明一下今年评审的过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平安罗家暑假，真欢喜今日会当转来到府城。我的阿公阿嬷是伫府城来出世大汉。虽然我无伫台南真正生活偌久，毋过对咱即个府城总是有满满的感情甲怀念。若是会当落南，我一定爱来台南一撮。拄则咱的即个颁奖典礼。真互我欣赏的，就是咱的安排内底，拄着无共语言的作品，咱的司仪会当用咱无共语言来，不管是作者的名、作品的名拢会当用咱即个无共款的语言来呈现。这是真好的一个伫公开场所伫正人聚集的所在，咱希望会当愈来愈侪人惯死安尼一个气氛。就是伫无共款场所，咱拢挺好听到无共款的语言。伫个即个评审的过程中，其实我相信逐组拢有拄到类似的问题，就是好的作品其实是足侪。咱毋是要讲挑工要经迄个语言、语序、语用、语法等等遮的毛病吼。毋过，咱其实读作品的过程拢是足感动。感动讲各种题材、各种现实生活拄到的困难困境，安怎用文学作品、用无同款形式去呈现出来？伫咧阮即组在看遮个诗也是散文的即个作品的过程，其实大家拢是一直赞叹足侪作品伊的写法总是呢，因为过去咱的即个日本时代作家其实就甲咱讲过。一直到即马，哪像日本时代作家郭秋生先生所讲的，哪像还阁伫咧，就是无妥当的政策造成咱的身躯顶，哪像有一条真惊人的铁链甲咱束缚。可能咱有时在写作过程，无法度去透开即个惊人的铁链，也就是强势华语的即个影响。无定着，阁过50年，咱嘛着爱真无奈来接受即个。华语影响下的各种族语的呈现嘛，无定着。总是伫即个阶段，有时咱会讲什么做中括无要处，事实上是真正真心内感觉所做的决定。若是徛伫鼓励来讲，咱应该是拢莫有中括即个选择。毋过，阁想着讲，是毋是咱会当用一寡方式？来鼓励更较侪人，佮挑战家己的极限。亲像阮的即个小说组，虽然嘛是读拢真感动，毋过落尾也是决定暂时中括。主要就是，若是徛伫小说欣赏的角度，咱相信应该无共语言，虽然有伊的特色，毋过有一寡假设，就亲像拄则孟凡所讲的吼，就是有一寡假设，可能也是一个基本，咱爱去检验的。所以，就是有一寡对人物情节的描写无够清楚，或者是有较无去写到的部分，咱要是爱甲这个问题实际上去面对。虽然阮是有中括的这个项目，毋过阮落尾嘛做另外一个决定，就是阮这个项目就是3组拢无取所谓的入围者，也就是讲，干若要取一名的状况。真张图勉强取出来毋好，若取出来一定要有原因甲肯定但是另外无取的呢，无领奖金的呢，阮暂时今年来讲，就是讲甲列做是嘛无要讲是入围者，这其实是嘛有另外一个现实的考虑，因为若是你的作品入围，毋过无摕到奖金，你的作品就袂当去参加其他的文学奖所以阮徛伫安尼思考。落尾决定，阮今年就是敢若所谓的一个入选，其他就无所谓的列入围，毋是无要肯定大家。其实，咱有真侪母语的创作者，
生活并无好过。若准讲即马即个奖无得奖，不要紧，还佫有其他的奖会当参加。所以，阮暂时用安尼决定，希望大家会当谅解甲理解。伫咧散文甲诗的部分，散文即组事实上，阮看到侪作品，有散文的迄个结构以外，其实有淡薄小说的气味。所以，阮伫咧评选过程，甚至会感觉讲，这若来参加小说，无定着嘛会来得奖嘛，无定着吼。所以，就是阮看散文是感觉普遍来讲是水准上悬。新诗的部分，因为本来就是写的人上济所以数量济佳作当然嘛是会感觉有较济。不过，阮上界肯定的也是伫散文即组，有写对战争的即个关怀关注的部分，有写真侪现实咱的台湾所拄到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用安尼来处理。因为即个手册内底已经有甲阮的评审的一寡短评总评拢有收则欢迎大家有时间小参考今日就较无占时间。毋过伫遮我想要讲最后一点的建议啦因为阮伫咧即个评审过程落尾，阮有提供几个建议。一个部分就是阮寄望讲文化部会当伫未来编列咱即个中央级分量上重的台湾文学奖的奖金的时阵，会当搁再逐组拢搁再提升即个奖金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啦，就是讲咱即个文学奖的颁奖典礼遮尔盛大，是毋是未来嘛会当拜托咱的即个头先的表演节目呢，会当放淡薄咱台湾作曲家、音乐家的作品来演奏。再来就是为着要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咱是毋是会当列一个目标？伫咧未来毋是今日啦伫咧未来，咱会当毋若有手语的翻译老师，咱会当有台语、客语、各族群原住民族语的翻译老师伫咱现场，安尼透过直播，透过互人选择讲，伊是毋是希望听着伊家己族群的语言来转播即个颁奖典礼时阵，提供更较多元的选择。落尾，咱遮的逐组的作品，其实有足侪篇，拢表达对国际情势、对战争的即个烦恼操烦。伫遮嘛，希望讲咱继续用文学伫咱新闻的所在，继续来传承，继续来传经探晓，嘛寄望世界和平，台湾平安。感谢，感谢老师的鼓励。